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点，我是石涛。西方社会当中有一个词儿，政治生活当中跟每一个老百姓有关系的，叫做公投，就是大家一块儿投票。你会注意看，包括台湾都有提过这词儿。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讲法语，大概在10年前，在整个魁北克省就曾经出现过公投的局面，公投魁北克人独立。当时呢，我这感触很深，咱没看见加拿大的军队、联邦政府的军队开进魁北克省，给他干掉，分裂祖国。人家说，大家一块儿说尊重这个魁北克省人的选择，有人说对的，有人说错的，而包括大的银行啊，像什么皇家银行啊、蒙特利尔银行啊，都在考虑说，如果一旦魁北克分离出去，独立了，那作为银行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考虑的是这些，尊重的是人的权利。